全国客家日。客委会选择这个日子，表扬对客家文化具有卓越贡献的各界人士，真的别具意义。得奖人长期以来以不同的专业及方式守护客家文化，传承客家精神，让台湾更加多元、更加精彩。恭喜所有客家贡献奖13位的得主，跟84位客家事务专业奖章的得奖人。我们共同努力，打造成一个真正尊重多元、发展文化、创造国际级台湾的一个新世纪。因为有人客家变啊很客家，变啊很温暖，感谢人，根本也是一个最高的功用，实至名归啦。客家行业做客家的事情是应该的，但是我哋头头看到嗰度嗰個兩個地位，用一人專業，用一人一生的力量奉獻俾國家。我加入來的時間。陳先生、陳大哥講：哎喲，我要冇做乜嘅事情，第一愛將佢快些哦。我就講，細細事情就係也愛社會大大嘅進步。故所提下咧，勉勵大家也跟大家向下行一條路哈。